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又能在一起，在这个祷告会里面见面。求圣灵同在，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有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3章的12节：凡自高的，必降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为高。谦卑在今天的社会里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不是被世界认许，而是在神那里才可寻得，被神所喜悦的。今天晚上求圣灵的同在，也将在诗歌里面这个歌词赐福给我们，借着诗歌的话语带领我们更深进入圣灵的涌流。咱做伙来吟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。神圣诗194首，这是一首台语的诗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邀请大家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求上主保守、眷顾我们，凡事平安。也因着这样，我们来感谢，为着今晚的聚会，同心来领受恩典，我们同心祈求神的喜悦降临，来感谢。更求神赐下丰盛恩典，在我们当中家庭里面。
接着，我们以新圣诗194B，听你的话语，同声朗诵来祷告。永恒的上帝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智，聆听你的话语，打开我们的心灵，爱慕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的生活顺服你的话语。借着你圣灵的能力，和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彼得后书1章的12节，请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第二段，彼得前书1章25节，请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还有一段，以赛亚书55章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今天我们仍然要借着神的话语，更深进入神话语里面，来一起成长，让我们过着谦卑蒙福的生活。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无法成长到超越我们知识的程度，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寻求增加对神和神话语的知识，以便在真理中被建造。也随着神话语的知识增加，我们影响力和周遭环境的能力将会增加。彼得后书1章12节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所以，当我们用神的话语祷告时，就需认识并应用神话语的本质。神话语的本质是什么呢？第一，神的话语是他的旨意。神话语是直接表达了他的旨意，没有任何人或是事物可以改变的。疾病、贫穷以及人和其他不利的环境都不能改变其真理。如果我们想认识神的旨意，最适合的地方就是从神的话语开始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写作各书卷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，并将他的心思和意念传达给我们。因此，我们用神的话语祷告时，就是祈求神的旨意成就。第二，神的话语是永存的。彼得前书1章25节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永存的，这表示某事物持续存在，它永远不会停止。第三，神的话语是超越时间、空间和物质的。当我们说出神的话语时，神的话语就会在那里彰显。因为神的话语不是依时间、空间或是物质的法则来运行，而是自由运行在现在、永恒中。以赛亚书55章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传救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任何属世界或是魔鬼的能力都无法对神的话语说不，高墙无法阻挡他，距离也无法单言他，
同样的，疾病、病痛、忧郁、贫穷，都无法阻挡他的成就。病人得医治，被压制的得释放，唯有贫穷的都在神话语里面被除去。神的供应随时随地都会临到，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，并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话语。当我们在宣告的同时，神的话语被启动了，神的能力被启动了，并且开始存在于我们以及自然界每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努力，也盼望我们一起用心读神的话语，在小组、牧区、教会互相代祷，让他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。有一首诗，当我求的诗歌，在无法实体的聚会时间，我们继续透过这一首歌来激励我们，因着我们在小组、牧区、团契中，或是在 RPG 祷告中，都能够彼此代祷，彼此扶持，与神更亲密连结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当我求。我们一起在心里来做祷告，为着神的话语重新得力，让我们谦卑荣耀神祷告。为着我们更虚心愿意付出代价来研读上帝的话语，默想他的话，渴慕他的话，来做祷告。
时候，邀请我们一起为着自己的家庭、工作、小组牧区、长职教会、全职同工、牧者团队来祷告。第二，我们也为本周连续假期的出入平安，疫情不因此扩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把我们教会所有的家庭、各牧区、各同工，还有每一位牧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亲爱的父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在疫情这个变动、很多节奏都被打乱的时期，主啊，我们一步一步的重建我们能够敬拜你的生活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足够的同工们能够持续进行祷告，还有敬拜的方式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，在日常的生活中用新的方式来敬拜你，来渴望你。谢谢主。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聚集的时候，更深的为台湾疫情的状况来代祷。恳求主保守我们在连续假日的时候，可能会有更频繁的一个交通的往来。求主保守在这段时间，疫情的扩散不至于更加的严重。恳求你固守我们的土地，帮助我们的心灵在这个地方有平安，也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你的保守，不被疫情来影响。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，能够有好的时间规划，以及身体上的健康，使我们在我们必须自己或是和家人相处的日子中，有好的作息，有好的规律，也有好的安息。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，谢谢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接着我们一起为着台湾的平安祷告，为着防疫团队、医疗人员、疫苗的研发、全球疫情控制。慈悲的天父，在台湾疫情严峻、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刻，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愿意认罪悔过，愿意远离我们的恶行，求你怜悯、赦免、垂顾，让平安再度降临人间。现在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把心中的恐惧与担忧交托给你。当疑虑和不安压迫我们时，求你赐给我们信赖你的心。当人与人必须保持距离以维护健康时，求你陪伴亲近我们。当我们被迫将失去依靠时，求你护佑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同心向你祈祷，为所有感染新冠病毒、生病卧床的人祈祷，为所有担忧疫情的亲人们祈祷，
为所有染疫身亡者以及哀悼亡者的亲友们祈祷，为所有害怕失去工作、担心生计的人们祈祷。求你亲近他们的心灵，赐给他们希望和信心，并将你丰富的生命分享给正处于此困境者，并安慰他们的亲人。为医院诊所、疗养院所、收容中心中的医护人员祈祷，为防疫团队、医护人员、医疗物品、研发疫苗团队祷告，为所有肩负国家、社会、经济和人民健康重责的政府官员祈祷，为所有持续提供我们每天生活必需品的人祈祷，为所有承担抚慰人心、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员们祈祷，祈求天父亲近他们的心灵，赐予他们力量、勇气和信心。为我们的年轻人、儿童和青少年祈祷，为所有担心未来的人们祈祷，为被迫亲密相处而感到不习惯的家庭祈祷，为所有负担起照顾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亲、阿公阿嬷与教师祈祷。求你亲近他们的心灵，赐给他们无比的耐心、同理心和希望。为疫情严重的亚洲各国染疫的同胞祈祷，为无法获得医疗照顾的人们祈祷，为各国遭受疾病侵袭的人们祈祷，祈求天父亲近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得着痊愈、安慰和信心。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向你祈求，在我们忧虑软弱时，求你帮助我们持续关怀他人，帮助邻居。求你帮助我们乐意被限制，为了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健康，求你赐给我们希望与平安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照着我们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，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像慈母般地安慰此刻的我们，接纳我们。我们把自己托付给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感谢你，从此刻直到永远。我们协同全岛引领的台湾人，一同恳切地向天父祈求。我们宣告天父已差派天使在台湾四周安营，搭救我们。我们谦卑同心呼求祷告，是靠得胜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门。我们请夏牧师祝祷。这个时候，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相通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尤其跟所有参加防疫的人员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今天晚上所有的祷告会，请大家在每一天持续为我们的国家的防疫以及弟兄姐妹的平安，特别是医疗人员、防疫人员继续代祷。也请记得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的2堂礼拜，大家一起参与线上的礼拜。因为政府已经宣布，我们这一次的疫情的防护第3级要延后到6月28号，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请继续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常常到外面走动，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次疫情的挑战。尤其我们的长辈、我们的年轻小朋友，我们都一起守护。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需要代祷，
或是长辈需要关心的，请不用客气，联络教会，让教会能够跟他们接触，为他们祝福祷告。愿上帝赐给大家平安喜乐，大家平安。